Larvotto Beach 係南歐蒙地卡羅嘅著名海灘，亦係世界上最美麗嘅海灘之一。聚居者均為富豪商賈、名門及貴族後裔，由新鴻基、嘉里建設同百利保控股攜手打造。港島南區全新大型海景豪宅藍灣，南歐式度假閒情，新一代輝煌傑作由此矚目誕生。背山而建、沿海而立嘅藍灣，連接港島南區傳統豪宅地段，更坐擁極佳嘅東南座向。物業佔地18萬平方尺，基座專採修長嘅流線型帆船設計，9棟低密度豪宅橫排聳立其上，形成一座長達320米嘅巨型地標，氣勢磅礴。環抱碧海綠蔭，會所基層亦盡享深灣海景。高層更前迎南朗山，澳目數百隻遊艇並排而立，俯瞰海洋公園至南中國海，270度山海盛景，實屬千金難求。藍灣自成一角，規劃配套完善，而於2015年落成嘅南港島線東段港鐵站，鐵路網絡貫通海洋公園、金鐘、中環同埋港九新界，前往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總站僅需30分鐘，加上香港仔隧道往返接駁金鐘、銅鑼灣，極為便利。藍灣毗連深灣遊艇俱樂部、香港高爾夫球會、香港鄉村俱樂部，以及海洋公園於2003年耗資55億元擴建嘅3個主題樂園，包括3間大型度假酒店，並提供800間度假房間，將於2012年完工。全新海洋公園必成為香港旅遊地標，而坐擁龐大規劃配套，身價躍然擢升。加拿大國際學校、新加坡國際學校、南島中學、香港國際學校以及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等名校星羅棋布，可謂係尖子孕育地。藍灣更係新鴻基繼禮頓山山頂以聯之後再一觸目巨獻。藍灣僅提供715間豪華大宅，分層專設約700尺一房單位至2600尺4房雙套房單位，另更備有4000尺頂層空中花園複式，全屬大戶豪邸。物業專採全玻璃幕牆觸目環海設計，客廳傲享浩瀚海景，而飯廳併予觀景露台，連接延綿翠綠山景，大自然山海兩種感覺，洋溢於整個家庭。貴族式度假會所，瑰麗裝潢，薈萃琳琅滿目嘅雍日會所設施，締造寫意休閒空間，專戶全然投入新派南歐美麗生活。港島南區豪宅地段珍稀若渴，罕遇難求。藍灣坐擁得天獨厚地利，傲目無際山海景致，成為貴胄幽居首選。渴望已久的臨海生活一瞬呈現，天賦臨海，極致南區豪宅，藍灣 Larvotto。美聯物業，豪宅天下，尊貴昇華。